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頻道，我係發仔。首先喺度祝大家端午節快樂，祝大家端午節快樂呀！今日係6月19號，亦都係農曆5月初5，端午節正日。大家今日食咗粽，睇咗龍舟未？講到端午節，大家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屈原。但身為內容創作者，發仔今日想同大家一次過深度拆解，到底端午節背後嘅真實歷史係點樣？而我哋食腸爬龍舟又係為咗乜？第一部分拆解真實歷史，種下時節嘅生存智慧。其實喺屈原投江之前，農曆5月初5，由於天氣嘅特殊性，喺古人眼入面係一個需要特別注意嘅日子。古代健康防疫，仲夏時節氣候變化比較容易滋生蚊蟲病菌，所以古人會喺今日掛艾草、飲特定嘅涼茶、紅黃酒。呢個節日最初其實係一場全民性嘅健康防疫行動，係為咗守護大家嘅身體健康。吳越文化嘅龍圖騰考古研究發現，端午節嘅雛形係南方吳越地區舉行龍神祭祀嘅日子。當時嘅居民會通過特定嘅儀式，例如紋身、斷髮，祈求風調雨順，得到自然神明嘅保護。第二部分拆解食糖點解有鹹甜之分。講完歷史，一定要講下大家最中意食嘅糖祭祀同祈福。糖最初並唔係專門為咗紀念屈原而設，古人用竹筒裝米，叫桶冬，作為祭祀祖先、祈求平安嘅供品。柯葉包米醬指住陰陽調和，喺端午呢個特殊嘅日子食，有祈求全家平安、祈福開運嘅意思。地域文化嘅豐富，蝦口味嘅差異，主要反映咗唔同地區嘅飲食習慣。南方人中意鹹味嘅鹹肉蟹，有蛋黃、五花腩；北方人就中意甜味嘅鹹豆沙、紅棗。呢種口味大戰，其實反映咗我哋飲食文化嘅多姿多彩。第三部分拆解爬龍舟，唔止係體育競賽。最後點解要爬龍舟？傳統健康儀式，古人認為透過爬龍舟嘅活動，可以無疑將病痛趕走，從而祈求一整年嘅身體健康。祭祀同文化傳承，爬龍舟係吳越人同龍神溝通嘅方式，希望保佑風調雨順、農作物豐收。隨住時間推移，佢由一個傳統儀式，逐漸演變成今日講求團隊精神嘅國際體育賽事。發仔小總結，所以話端午節唔單止係紀念屈原，佢更加係一個結合咗衛生、防疫、自然崇拜同埋傳統美食嘅綜合性節日。喺今日呢個5月初5端午佳節，如果你中意發仔今日嘅全拆解分享，訂閱我嘅頻道，點讚呢條影片，分享俾更多朋友知，一齊長知識。再次祝大家端午節快樂！你哋嘅支持係我發仔繼續製作優質內容嘅最大動力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